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昨天从列王记下的第3章，看见三个王联合攻打摩押，最后打了一个寂寞，谁赢谁输都不清楚。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列王记下的第4章，以利沙的故事。有一个先知和新的某对以利沙哀求讲：你的仆人我的丈夫已经死，你知伊是敬畏上主的人。当祭主要来掠我两个囝去做奴隶，伊丽莎问伊讲：你爱我甲你做甚物？你甲我讲，你厝内有甚物？伊讲：你的女婢厝内剩一瓣油，以外逐项拢无。伊丽莎讲：你去甲厝边借空的器具，愈多愈好。然后入去厝内开门，甲你遐个囝踮内面。添油伫所有的器具填满个下一边，妇人人转去关门，甲伊遐个囝踮内面，囝带器具来互伊，伊就添油。遐个器具拢填满，伊甲伊个囝讲，搁摕器具来互我。囝讲，已经无器具啦，油就无搁流出来。妇人人去甲上帝重用的人报告。伊就对妇人人讲：你去卖油来献祭，所剩的你甲你的囝通度我。这里讲到有一个先知的门徒是寡妇，因为丈夫死了，然后呢，她来求以利沙。那她说她的丈夫是敬畏耶和华，是以利沙所知道的。那按照犹太的传统呢，认为这个寡妇她的丈夫就是在列王纪上第18章，也就是亚哈耶洗必在位的时候的一个亚哈的管家俄巴底哦。那他在耶洗必杀先知的时候，藏了100个先知在2个洞，所以一个洞有50个先知，用饼和水供养他们。虽然这里没有明说是哪一个先知的门徒，但犹太人的传统认为这就是那一位俄巴底。但现在呢，她的丈夫死了，过去她帮助这么多人，而现在呢，她2个孩子要被债主带走做奴隶，所以以利沙知道她的先生敬畏神，那就问他你家里有什么？他说呢，剩下1瓶油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那所以以利沙就要用他家里这瓶油来供应他，就叫他跟他的儿子去跟左右邻舍借空器皿，回家关门，在家里倒油，在所有的器皿倒满。果然这个油呢好像源源不绝，一个器皿一个器皿接着倒到满，一直倒到寡妇说再叫儿子再拿个器皿，儿子说已经没有了。而那油呢也很听话，油就自动就止住哦。好，那这寡妇呢回报以利沙这件事情，以利沙就说卖油还债不是卖儿子还债。那剩下的钱呢还可以过活。那这是以利沙所行的第5个神迹哦。好，如果我们从前面来算的话呢，以利沙他行了就是用以利亚的外衣来击打约旦河水，然后呢又用盐医治耶利哥城的地，然后呢他又咒诅了这些耶利哥城的这些不良少年，让熊来咬死他们。那第4个就是昨天我们看到3个王在攻打，没有水喝以利沙叫他们去挖沟，隔天就有水喝。好，那今天我们看到第5个就是这个空气皿的神迹。我们继续再往下看，在这一章有很多个神迹。有一日，以利沙来到苏念，伫遐有一个好野的妇人人，雄雄留伊食饭。后来以利沙逐遍对遐经过，就入去遐食饭。妇人人甲伊的丈夫讲，常常对咱遮经过迄个人，我看伊是信者，是上帝重用的人。咱来伫厝顶起一间细间房间，内面下面层桌椅灯台，互伊来咱遮的时，通入去休困。有一日，伊丽莎来到遐，就入去迄间房间休困。伊丽莎甲伊的仆人记下说讲：
你请这个苏念的妇人人来，伊去请伊来，妇人人就来。伊丽莎甲伊的仆人讲，你甲伊讲，你为着阮费真侪心思，但我着为着你做甚物？你爱我替你甲王还是元帅请求甚物？妇人人应讲，我甲我的同胞做伙徛去无欠甚物。伊丽莎问基哈西讲，安尼我会当为着伊做甚物？基哈西讲，伊无囝，伊的丈夫嘛老啊。伊丽莎阁讲，请伊来，基哈西就请伊来。有个人来徛伫门口，伊丽莎讲，明年这个时你会抱一个查甫囝。有个人讲，我的主上帝重用的人，莫甲我骗。有个人果然怀孕，到过年这个时生一个查甫婴，拄照伊丽莎所讲的话。在书念这个城的意思就是两处休息之地。那从加密山好来到书念好这个地方呢，并不远，或是说也可以叫做备觉安息之地，好，就是让人家觉得特别能够安息。那这里有一对夫妻。那他们的经济能力很好每次以利沙呢，从加密山下来，要去以色列的各地方，经过书念，那他这个妇人呢，就会留他吃饭，到后来留他过夜，甚至为他在楼上盖个阁楼，有他专属的房间。希伯来书13章第2节说，要用爱心接待，有人用爱心就接待了天使啊。以利沙也受到感动，好，那他就透过仆人基哈西，基哈西这个名字的意思呢，就是梦幻之谷，梦幻的山谷，梦幻谷。好，那叫他去传话，好，说你需要我们为你做什么？好，那这个对话呢，就很像当初以利亚要被接上天，好，那以利沙在旁边紧紧跟随，好，那你要什么？但是呢，这个苏念的妇人呢，她什么都不要。她说：“我已住在这些百姓当中。”好，意思就是她是在地人，而且呢，她一无所缺。那所以以利沙无功不受禄，好，他就请他的仆人基哈西替他说他有没有什么需要。好，基哈西很敏锐梦幻谷，他看到他没有孩子，也看出他先生年纪很老。所以以利沙就有感动，好说明年这时候你要抱孩子，好，这句话就好像当初亚伯拉罕、撒拉夫妻所听到的一样。好，那果然1年后孩子出生了，这是第6个神迹啊。再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啊，第18节，囡仔大汉有一日出去到伊的老爸甲收割的人遐，伊对老爸讲：我的头壳，我的头壳。伊的老爸甲仆人讲：紧甲抱去因老母遐，仆人就甲抱去伊的老母遐。囡仔坐伫老母的骹头屋，到中昼就死。老母抱伊的囝爬去伫楼顶，将伊下伫上帝重用的人的面前关门出来。伊叫伊的丈夫来甲伊讲，请找一个仆人牵一只驴来我遮，我要赶紧去找上帝重用的人才倒来。丈夫讲，今仔日毋是初一，嘛毋是安息日，是安怎你要去遐？有个人讲，无虾米代志。驴准备好势，伊就甲仆人讲，行，赶紧来去。我若无甲你讲，毋通慢落来。有个人就去加别山，上帝重用的人遐，上帝重用的人远远看到妇人人，甲伊的仆人记下说讲，你看思念的妇人人来啊！你走去迎接伊，问伊讲，你平安无？你的丈夫平安无？囡仔平安无？妇人人应讲，拢平安。妇人人上山去到上帝重用的人遐，甲伊丽莎的骹摸地。基亚西进前要甲伊车开，上帝重用的人讲，出在伊，因为伊心内痛苦。上主对我隐瞒这个代志，无甲我讲。孩子长大多大呢？如果我们看到北国约兰，就是约荷兰，做王只有12年，但是从这几章呢，都还是在约荷兰在位的时期，所以呢，这个孩子呢，可能在5岁左右，没有很大。那跟着他的父亲呢，去田里
收割，但是呢，他的头痛欲裂，好，那父亲赶快叫仆人把孩子抱给妈妈，可是妈妈呢，让他在他的膝上到中午就死，好，这对母亲来讲是一个晴天霹雳，很大的打击。但是我们接下来看到，这个妈妈的反应呢，异常的冷静，而且呢，从头到尾没有慌张。好，她首先第一个动作，把这个孩子放在以丽莎的专属的房间的床上，把门关了，然后告诉她的丈夫，说她需要一匹驴要去见神人。丈夫很纳闷，也可见丈夫也不晓得他孩子死了。好，今天不是初一，不是安息日，为何要去？那这个书念的妇人只有回答平安无事，没什么代志。然后呢，又要仆人说，除非书念的妇人命令，否则不要慢。就一路从书念往加密山这一段路有32公里哦。32公里，好，在约翰福音第4章，好，这个耶稣所行的第二个神迹，好，在迦拿，好，有一个加百农大臣的儿子死了，好，那他也是走了32公里要来见耶稣，耶稣告诉他说，回去吧，你的儿子的病好了。好，那这个大臣呢，也是凭着信心，好回去哦。好，那在这个苏念的妇人快要接近加密山，好，那神人以利沙远远看见他，还叫他的仆人梦幻谷基哈西去跟他请安，你平安吗？丈夫平安吗？孩子平安吗？但是呢，这个苏念妇人都说平安。明明孩子死了，他非常的伤心，可是他还是口里说平安。一直到什么时候他才真正吐露他的心声呢？到他看见了神人啊，以利沙一看见他，就一把抱住他的脚。那基哈西要把他推开，但是神人以利沙说由他吧，因为他心里愁苦，神向我隐瞒这事，没有告诉我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，这个妇人呢，怎么样来跟以利沙来对话呢？28节，妇人对以利沙讲：我减捌对我的主求囝，我减无讲莫甲我骗。以利沙甲基哈西讲：你着准备出发，举我的拐仔赶紧去。若拄着人，毋通甲因请安，人若甲你请安嘛毋通应，着将我的拐仔下伫囡仔的面。囡仔老母讲：我基因我的上主甲你的性命救抓，我一定无要离开你。以利沙就起来缀伊去。基哈西大声到位，将拐仔下伫囡仔的面，毋过囡仔无出声，无反应。基哈西倒转去对着以利沙，甲伊讲：囡仔无醒。以利沙到位入去厝内，看到囡仔已经死，下伫伊的面前。伊入去就关门，只有因两个伫内面。伊就祈祷上主，伊爬去面前，拍伫囡仔的身躯，喙对喙，目睭对目睭，手对手。伊规身躯拍伫囡仔的顶面的时，囡仔渐渐恢复体温。伊落来伫厝内行一轮，搁爬去，规身躯拍伫囡仔的顶面，囡仔拍骹就七遍，目睭就天开。以利沙叫基哈西讲：你叫这个思念的妇人来。基哈西就去叫伊，伊就入来。以利沙对伊讲：甲你的囡仔抱起来。妇人拍伫以利沙的骹前拜伊，然后抱伊家己的囝出去。好，那这个妇人来到加密山，一看见神人以利沙，就是抱住他的脚，然后呢，他说：我何尝跟我主求过儿子？我岂不是说过不要欺哄我吗？这个欺哄就是不要误导我。因为在第16节，当以利沙告诉他说，明年这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，他说神人我主啊，不要这样欺哄婢女，真的发生，他也很开心，但是孩子才5岁又死了，这对他来讲更打击更大，但是呢，整个过程他是相当的冷静。那以利沙的首先的反应是要他仆人带着他的杖，然后呢，直接去放在孩子的脸上哦。但是呢，书念的妇人的反应是30节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指着你的性命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很熟悉呢？
好，在列王记下第二章，好，第2节、第4节、第6节，好，那都有说过，好，都是以利沙自己说的，对他的老师、师傅，好，所说的，好，我必不离开你。所以这个苏念的妇人呢，好，轻易已决，好，如果以利沙今天不跟他回去，好，他绝对不离开，好，好，所以以利沙呢，二话不说，好，又接着起身，好，就跟着去。好，那果然我们就看见在列王记上的第17章，以利亚去到了撒勒法，结果撒勒法寡妇呢有这个用不完的面粉和油，好，但是呢他的儿子却死了，好，他生病死了，好，他就来怪以利亚为什么让神想起他的罪，好，那以利亚呢就3次伏在孩子的身上。那这次以利沙呢，好，也是好伏在孩子的身上，好，也是在楼上关上门，但是呢，口对口，眼对眼，手对手，啊，这孩子可能还相当的小，一直到他还从楼上下来，在屋里来回走了一趟，又再上去再一次，孩子打了7个喷嚏，好，那最后这个苏念的妇人，好，看见他的孩子活过来，他的反应是在以利沙脚前伏伏于地，向他下拜，然后才抱他的儿子出去了。哦，这个动作呢，好也让我们想到，好像这个玛利亚，好在耶稣的脚前，好这样子的谦卑。好，那这书念妇人是不是结束了没有？好，我们会读到第8章的时候，这个书念的妇人呢还会再出现一次。好，那在这个书念呢，好旁边呢就是一个摩利冈山呢、书念是以利沙使妇人的独生子复活的地方，而在摩利冈山的另外一边呢是拿因。拿因呢，就是主耶稣使这个拿因的寡妇好的独生子复活的地方哦。好，所以在这个耶斯列的平原上呢，真的是有上帝的神迹。好，在旧约、新约当中，38集有一遍，后来发生奇荒，以利沙登来吉甲，先知的学生坐伫伊的面前，伊吩咐仆人讲：你去火用大的鸭煮菜汤互学生食。有一人去园里买菜，看到一丛野瓜藤，就挽真侪野瓜倒来，切切的落伫煮菜汤的鸭仔。伊毋捌迄个是甚物，煮好倒出来互大家食。因食的时，拢话讲：上帝重用的人，鸭仔内的物件食了会死，因就毋敢食。伊丽莎讲：摕一寡面粉来，因将面粉压伫鸭仔内，讲。倒出来互大家食，鸭仔内的物件就无阁有毒。有一个人对巴力刷力沙来，带粗色的大麦做的饼20个，甲新的麦穗堆伫地啊，送互上帝重用的人。伊丽莎讲，将这个互大家食。伊的仆人讲，这个敢有够互100个人食。伊丽莎讲，做你分互大家食，因为上主安尼讲，因要食到饱，阁有剩，伊的仆人就分互大家，照上主所讲的话，因拢食到饱，阁有剩了。那第7个神迹就是苏念妇人，好，他的儿子死里复活。好，那第8个神迹就是在这个野瓜藤，有人不小心放了有毒的，满满1兜的，1兜就是满衣服的这个野瓜藤，他们吃了，哇，大家会死。但以利沙呢，要人用面粉倒进去，倒进去之后呢，还说来大家吃。好，这个真的是很困难，明明知道里面有毒，好，那一把面粉能够制毒吗？但是大家，好，为了救命，好，这可能已经是一个解毒的，好的一个唯一的凭信心吃的，果然锅中就没有毒。第8个神迹，第9个神迹呢，就是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，巴利沙利沙，好，因为这时候以利沙已经回到吉甲，好，那地遇到饥荒，所以他们有什么吃什么。但是呢，有人带着很慷慨的，带着出熟的果子跟20个大麦饼，跟新的麦穗，好，那以利沙呢很慷慨，
那说了给大家，好，那仆人说，这仆人可能就是基哈西，好，梦幻谷，说这里岂可够100个人呢？好，可见呢，在吉甲这里呢，好真的是有先知学校，里面有100个学生，好在这里。啊，但是以利沙说，好，尽管给他们吃，因为神如此说，他们必吃了，还有剩下的。好，那他们就是在饥荒当中呢，好，能够从20个大麦饼，好，喂饱100人哦。好，当然到了耶稣5饼2鱼神迹呢，好，更是不得了。好，那但是我们也看见，在这一章当中呢，好，6、7、8、9，好，有4个神迹在这里来出现了。好，巴利沙利沙，意思就是加倍伟大的主，是一个加倍的伟大的主。好，所以从20个大麦饼呢，加了5倍啊，给100个人吃。好，今天的金句在第4章第6节，遐屁股拢停满，伊甲伊的囝讲，搁摕屁股来互我，囝讲已经无屁股了，油就无搁流出来。我们看见，在这个穷寡妇。好，上帝纪念他的先生所作所为是敬畏神的，也这个故事教导我们，神迹呢的彰显取决于人是否有预备空器皿。只要人愿意带着一个破碎倒空的心，好像是一个空器皿到主的面前，上帝的恩典呢，好就会源源不绝，好涌流出来。但是有时候当我们埋怨神，好没有祝福我们，好，上帝怎么没有听我们的祷告？好，向神埋怨的时候，有问题不见得是神，而是我们自己是否有先在神的面前预备好足够的空气皿，好，能够倒空自己，好，让上帝的恩典好来倾倒下来呢？不论大环境是干旱、饥荒或黑暗，甚至是死亡，但是有神的仆人和神的话同在的地方，那里就会有生命的生机，还会带来盼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亲爱的父神，感谢你透过今天的这一章，让我们看见以利沙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都在回应你的话，也让每一个神迹能够成为龙神一人的祝福与管道。愿我们的生活每一天充满神你的同在，也让你的神迹能够彰显，使我们能够来荣耀见证你的名，能够来使人更认识你。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祈求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